嘅成立，標誌住申訴專員公署喺推動良好公共行政工作上嘅一個新篇章。公署希望擴展同部門同埋機構嘅接觸面，超越一般監察者嘅身份，成立學院係構建一個對內對外全方位促進交流嘅互動平台。自從1989年成立以嚟咧，致力係推動高效同埋以民為本嘅公共服務。我衷心感謝公署對推動卓越公共行政所作出嘅貢獻。呢個新學院嘅誕生，不僅象徵香港完善公共行政嘅決心，亦都係標誌申訴專員角色喺社會轉型時代肩負嘅新使命。香港國際申訴專員學院正式揭幕，學院將會促進經驗同埋專業知識嘅交流，並會加強同國際申訴機構嘅夥伴關係，提升地區以至國際嘅公共行政水平。社會各界能夠學習申訴專員公署喺調解為先嘅成功經驗，一齊係嘗試以調解化解矛盾，以實現共贏㗎。